们一起来安静我们的心，勇敢站立在主的面前，来唱这首歌。我再次来到你面前，我无法再一人面对，还好有你安慰，温柔为我淌泪。你有发现我多么疲惫，在接受你的恩典之前，怎么配得你的宝血？耶稣，我需要你，每一天更加靠近你的心意，将我抱紧。如果不是有你，我又会在哪里？你定恒的双手使我勇敢站立。第二次邀请大家一起跟着我一起唱。我再次来到你面前，我不想再被世界追寻，寻觅觅多累，最后还是无解。你说我是多么尊贵，我的生命已被你赎回，只要享受你的恩典。耶稣，我需要你，每一天更加靠近你的心意，将我抱紧。如果不是有你，我又会在哪里？你定恒的双手使我勇敢站立。我呼喊你，高举你名，没有人像你能如此触摸我的心。我呼喊你，高举你名，没有人像你能如此触摸我的心。耶稣，我需要你，每一天更加靠近你的心意，将我抱紧。如果不是有你，我又会在哪里？你定恒的双手使我勇敢站立。你定恒的双手使我勇敢站立。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主啊，没有人像你能如此贴近我们的心。我们来到你的面前，将一切的软弱交托给你，求主安慰，也时刻与我们同在。感谢主，让我们进入这份恩典，也藉由你的话语，使我们更加靠近你的心意。我们即将开始今天的聚会，求圣灵充满在我们每个人的心中。孩子这样祷告，乃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们。我们一起用新的诫命宣认我们的信仰。请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这是诫命中的第一，且是最大的。
其词也相仿，就是要爱人如己。这2条诫命是律法和先知的切中。我是你们一条新的命令，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相爱。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因此就认出你是我的门徒了。请坐。现在进行奉献。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感谢赞美你，谢谢你赐给我们够用的恩典。我们来到你的面前，以喜乐的心奉献回应你对我们的爱。你所喜爱的是内心诚实，你在隐秘处必使我得智慧。求你用牛膝草洁净我们，我们就得干净，为我们造清洁的心，使我们里面重新有正直的灵。耶稣说：“我就是生命的粮，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信我的永远不渴。”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耶稣又对众人说：“我就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必得着生命的光。”亲爱的父神，谢谢你把天上的真粮借着耶稣赐给我们，指出人生的路，就是与神和好。凡是忠心服从的，一定得到生命的光。我们赞美你，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一起用主祷文，请。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报告。教会消息早上我们有发了奖学金，恭喜我们的小朋友就算是兄弟姐妹了小孩子。第二天，本周六9月20，周报都有我们看一下周报。本周六9月24已报名参加北中教社部净滩活动的弟兄姐妹们，请于当日早上8点20分至承德路口那边，我们上游览车，建议携带换洗的衣物、防晒用品。第三，10月1号礼拜六下午1点30召开小会，3点半召开长执会，请长执们留意。第4点，10月2日将举行本年度第5次的圣礼典，请想要受洗的兼信礼的
的弟兄姐妹们向牧师报名。我们也所有陪参会员的预备我们自己的心，好与主同坐席。第5点，请各团契会长将第4季的10月到12月服事班排班以今日交给干事回诊。好，奉献明细请看哈，如果有错误还是错误的，请跟会计对正。今天我们今天的经文在新约新约彼得前书3章18到22节彼得前书3章18到22节，我们一起用心来攻读今天的经文，请一起攻读。因基督就是义的代替不义的，为要引我们到神面前。接着肉体说他被治死，按着灵性说他复活了。他借着灵乘气传道给那些在监狱里的聆听，就是那从前在挪亚预备方舟，神容忍等待的时候，不信从的人，当时进入方舟，借着水得救的不多，只有8个人。这水有的洗礼，现在借着耶稣基督复活，也拯救你们。这洗礼本不在乎除掉肉体的污秽，只求在神面前有无亏的良心。耶稣已进入天堂，在神的右边，众天使和有权柄的并有能力的都服从了他。请志梅牧师今天正讲到的目题是进入恩典，从洗礼开始。好，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像昨天的地震，住高楼层的应该感觉有一点非常有感哈。昨天的地震，蛮有感的。那每一个人的反应，有开门的举手，你有去开大门的？好，你是就地躲在桌子底下的？那还有什么反应？我想想看，还有跑出去的，好，没有。完全没有反应，不做任何反应的，有没有？哇，这么淡定，还不错。好，那其他的人，所以我们每次遇到地震，可是台北是只有2级而已啦。但是呢，哇，台东跟高雄，我们有看新闻，真的是不得了。好，台东、高雄，那边都是5级，甚至有6级，非常的可怕。那每一个人在地震来的时候做的那种反应、那种本能，是为了什么？要活下去嘛，大家都想活下去。为了活下去，我们会在事情突然来到的时候，会做一些本能的反应。那这几年因为 COVID-19 的疫情，我想坊间的很多抗疫的食品，不断的推陈出新。原则上，我们都赞成，就是说都同意，就是维持我们身体要维持基本的免疫力。免疫力非常的重要，让身体的免疫系统能正确的分辨病原体，然后把它们怎么样处理掉，代谢掉。那为了活还不是为了活着，并不是为了一口气。我们人活着很容易，不是很容易，就是常常也要求我们活得要有品质。我们要有品质，在人类历史当中也不乏所有的很多的那种营养健康保健食品。好，在古老的时候，大家以前读历史课本上，都会什么秦始皇炼什么炼丹药，好，什么长生不老丹呐，好，以前的帝王都非常注重这个，因为都不想死嘛，好，都一直想要有那个权力。
那一直到延伸我们现代呢，有很多维他命、维他命 C、维他命 B 群，很多的维他命，各种维他命都出来了。好，不只是从里面吃的，还有从外面抹的，好，脸上抹的、身体抹的各种。这种为了我们这终将走向衰老腐朽的这个肉体，我们其实真的耗费蛮多资源在这个肉体身上。在人类的历史上，我们耗费了很多资源在我们这个终将走向腐朽的肉体，我们耗尽了很多资源。相较于这一些，相较于这个稍纵即逝的这个肉体，我们在永恒里面，到底我们是要在天堂，还是我们要被丢弃在地狱？我们所关注的好像很少。我们对这部分我们所关注的，我们所付出的代价，其实真的是少得可怜。人类很容易被眼前的事物所蒙蔽，被自己的感官误导，以至于我们看不见上帝，或是刻意忽视上帝的存在。比如说刚才有讲了很多发明嘛，哈，我看了一下我们在座的读理工科的人比较多，就是第2类、第3类的这样子。牧师问个问题：牛顿发现什么？讲到牛顿，第一个当反映出来的，他发现什么？好了，我说万有引力啦，哈，当牛顿发现万有引力的时候，有多少人会进一步思考这个引力的来源从哪里来？那当爱因斯坦他提出相对论的时候，又有多少人会去进一步去思考？这个空间好，这个物质在这个时空当中，它有它的运动状态，这个相对论。那这个时空又从哪里来？时空是怎么出来的？这怎么出来的？那当达尔文提出进化论、演化论的时候，上帝的创造很快的就被取代了。至少牧师小时候，国高中自然嘛。就有读到什么进化论啊，什么什么进化，什么什么进化啊，就很多啊。那时候牧师也还不信主啊，我也不是基督徒，我就真的很相信啊，就是这样进化，一直慢慢的进化出来的。当达尔文提出演化论的时候，上帝的创造很快就被取代了，甚至很容易就被人摒弃在脑后，摒弃在我们人类有限的思维之外。人类只相信自己发现看得到的。这是人类自大与骄傲，也是人类的限制与渺小。但是通常我们都不太想承认自己很渺小，我们也不想承认自己真的很有限。于是最终呢，我们把上帝抛在脑后，因为上帝实在是太大了，我们无法去测度，我们无法去说明上帝的存在，然后我们就干脆就视而不见，忽略，这就是我们的罪。在这充满自我感觉良好，却又不愿意降服在生命源头的全人类，就好像待在一个失去方向、失去动力的大型邮轮上面。坐在大型的邮轮，牧师是没有坐过大邮轮啊，但是听过坐过大邮轮的人都分享说，在邮轮上面好像船在前进，好像感觉不太出来。有坐过邮轮的吗？在邮轮上面，你是不是感觉不太出来船在往哪边走？感觉不太出来嘛，哈，好。当这个邮轮有提供很多的服务，非常的享受，好，吃好的、穿好的、住好的这样。可是，当我们在一个失去动力、失去方向的豪华邮轮上面，我们失去了危机意识，我们就任由自己还是在这个邮轮上面继续的享乐，继续的耗尽一切的资源。只有在这个时候，只有上帝预先看见我们悲惨的未来啊！因为当我们没有意识到这个邮轮出事的时候，我们就是等待，其实是在等待死亡啦。好，等待死亡。当资源一切耗尽的时候，死亡临到的时候，就一切都来不及了。这个时候，只有耶稣基督主动向我们伸出援手，引领我们可以靠岸。除他以外，我们别无拯救。今天的经文，我们请同工放到经文的 PPT。
18节说，因基督也曾一次为罪受苦，就是义的代替不义的，为要引我们到上帝面前。按肉体说，他被治死；按着灵性说，他复活了。对上帝的拒绝，成为我们被遗弃在地狱里的罪。耶稣基督他甘愿为了我们牺牲自己，死在十字架上，他让自己成为那个祭品，让我们可以重新与上帝连结。这是我们可以重新与上帝连结唯一的一条道路。耶稣基督用他的身体来代替我们的不义啊，为要引我们到上帝面前，为了要让我们能重新有一个正确的人生的意义跟方向。借着耶稣的牺牲，全人类可以回到起初被造时候的美好，就是在永恒里与主同行。就像当初亚当、夏娃一样，他们就是在伊甸园里面跟上帝怎样？跟上帝同行啊，与上帝同在，完全没有任何的羞愧。因此，当一个人接受洗礼，就不再是为了自己而活，而是为了耶稣基督而活。在加拉太书第2章也有说，现在活着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我们整个人生的意义跟方向都将重新被定位。我们所看的，我们所追求的，不再是这世上的事情。当然，我们需要生活，我们需要活下来，我们还是需要去工作，这是人类的罪，没有办法。我们就是要劳碌，吃劳碌所得的。但是呢，我们受洗之后，我们的意义方向，那个最终的那个方向，就是要与上帝同行啊，是要跟上帝在一起。我们的在永恒里的轨道上，是就要跟上帝一起活着。永恒。或许有人讲说永恒，永恒是我们死了以后那个永恒吗？因为常常在告别式里面，我们会听到他感谢主，他安息主怀，然后进到永恒里面。永恒不是在未来我们死了以后的事情，永恒是现在的每一个时间点都在永恒里面。这个世界还未被上帝创造以前，永恒就已经存在了。上帝是昔在、今在、永在。就是从过去、现在、未来都始终都在的上帝。上帝的永存就是永远存在。上帝的永存无法用时间来定义，因为连时间都是上帝创造的，都是时间都是上帝所设立的。又或许有人会问说：“那我好啦，牧师你这样讲，我相信有上帝啦。好，因为我们观看上帝所创造的这个宇宙，我们知道好有上帝，那我一定要受洗吗？我相信有上帝啊，但我一定要受洗吗？19节、20节这里说，他借着这灵曾去传道给那些在监狱里的聆听，就是那从前在挪亚预备方舟，神容忍等待的时候不信从的人。当时进入方舟借着水得救的不多，只有8个人。这灵，他借着这灵，19节这里说，他借着这灵就是圣灵，就是上帝的能力。监狱是指什么？监狱是泛指一切被控制、被束缚、被隔绝的、被隔离的一种状态，是一种与上帝隔离的状态。想监狱，我们都知道，监牢你关进去的人跟在外面的人是完全隔离的状态，他看不到我们，他也不能走出来，我们也不能走进去。我想也没有人愿意自动走进去了哈。好，当挪亚一家人相信选择上帝，他选择相信上帝，甘愿忍受众人的嘲笑，建造方舟的时候，在那个时候没有人认为有这个必要啊。这个天气那么好，完全没有那个什么台风警报，也没有洪水警报，也没有土石流，我们干嘛要建方舟啊？所有的人都认为他们疯了。直到上帝果然降下大雨，淹没全地，而只有顺服上帝进入方舟里的挪亚一家8口，才得以得救，才得以存活。作者他用挪亚方舟，彼得就是彼得前书的作者使徒彼得用挪亚方舟这个事件来说明洗礼的重要性。那些愿意相信上帝并且顺服他，照着这样去做的人，就像挪亚一家人，可以进入上帝预备的恩典。同样，如果你愿意相信上帝是所有生命的源头，相信耶稣基督
他献上自己为祭，拆毁了我们跟上帝之间的隔离，在十字架上他所做的牺牲。如果你愿意相信圣灵时刻保守引领我们，如果我们相信这一切，并且把握机会接受洗礼，就可以跟上帝重新连结，随时与他同在。但是问题又来了，好，讲了这么多道理，问题就来了。只不过时刻要跟主在一起的这种内在的吸引力好像不太够。上帝看不到啊，摸不到啊。在一起，在一起是什么感觉呢？跟主在一起，这种吸引力好像不太够哎。特别是对于生活在都会区，我们这么优渥、衣食无缺的人，因为生活在都会区的人，每天的行程几乎满档啊。我们都说啊，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就算要多一事，也要做的让我觉得有意义，好让我可以快乐欢畅这样子，何必没事找事呢？然后就看哇，这个基督徒好像很麻烦哎，成为一个基督徒很麻烦，要做礼拜，每个礼拜要做礼拜。昨天我们的社青团契出去玩了一整天，哇，好累哦啊！隔天还要做礼拜这样子，还一早起来做礼拜，然后呢还要参加团契。早上上班一个礼拜了，那么忙那么累了还要参加团契，不只是人道有时候还要奉献有时候还要去服侍我如果有这么多时间金钱呢，我还不如拿来睡大觉，或者是大吃一顿犒赏自己。我干嘛跟自己过不去呢？我干嘛要跟自己的时间金钱过不去呢？然后有的时候我为了要跟主在一起这件事情，还要绞尽脑汁跟那些还没有信耶稣的家人、朋友、同事说，为什么我要把跟主在一起这件事情看得比他们还重要？如果能理解的那些还未信主的家人朋友，如果他们能理解，那还 OK 啦。如果他们不能理解，那真的是还蛮头大的。我们都很希望能跟我们所爱的人在一起。前阵子我有听那个博彦的爸爸，因为博彦、心如他们生小孩嘛，可晴这样子。那因为他们要上班所以要把可晴给保姆带。那每天上下班就是要去保姆家接送小孩这样。那前一阵子吴郎长老他就自己说，他自己的孙女，他就说他主动他们没有住在一起就是博彦跟他爸爸没有住在一起，但是呢，这个爷爷呢主动说，我来接送我的孙女，他自告奋勇，他要接送孙女去保姆家。他说目的是为了他要跟他建立关系，培养感情啊。因为在接送的过程当中可以在一起，可以增进彼此之间的感情。我想一般为人父母的一定会把自己小孩的照片随时放在手机的可能是桌面嘛，或者电脑的桌面，或者是办公室的桌上。有交男女朋友的就会把男女朋友的照片也放在桌上或各种你可以随时看得到的地方。就是人没有在一起，但是至少我看到了，我觉得我跟他在一起。为了跟我们所爱的人在一起，我们一点都不会嫌麻烦啊。有谁在谈恋爱的，那个为了要在一起，你觉得很麻烦的？应该牧师这样讲有点陷害你们。应该没有人会觉得跟我的男女朋友在一起很麻烦这件事情。好，所以当我们跟所爱的人在一起的时候，我们一点都不会嫌麻烦，也不会觉得累。身体虽然有时候当然玩累了、玩久了当然会累，但是心里还是很享受在一起的感觉。这种在一起的状态非常的幸福，非常的享受。而我们这一群已经受洗、进入恩典的基督徒，我们跟主的关系就应该是这样。就应该是这样充满幸福感，而这样的幸福感是还没有受洗的人真的是没有办法体会的，没有办法体会。像刚才有一首诗歌说，我们跟主在一起，有一种就是一种电流有时候像主的爱像暖流一样，这样子一路传到脚趾头，这样，那个感觉真的很奇妙，只能意会，无法言传。这种跟主耶稣一起在一起的幸福感，
就好像我们看到有的时候牧师会跟凯华然后有时候会跟那个心如要他们小孩的照片啊，他们的一些那个影片啊，那个看到那个小盛宴那么可爱，然后看到可晴那也叫高追，哇，那个虽然人很累，但是看到那个很可爱的时候，就心里的身心灵的疲惫，咻，就消失了，就消失了。心里累积的各种压力跟疲惫，在那一瞬间可以完全消失，非常的疗愈。因此，我们要思考的是：我们已经接受洗礼，被上帝无罪释放，成为基督徒的人，我们是不是跟主的关系有这么的享受，这么的靠近，这么的疗愈？我想是有的。这些感受，牧师，在陪伴你们这么多日子的过程中，我相信是有的，我知道是有的。只是有的时候因为世界我们的生活太紧凑，很多时候这个紧凑的生活，让我们那一些曾经拥有过的那些感受就被忘记了，被忽略了，然后就好像我跟主的关系有点不太好这样子。我们要思考的是，我们跟上帝的关系是不是这么的亲密？另外还要思考的是，如果在那个监狱里面，也就是还没有受洗的那一些我们所在意的人，他们还被约束在世界里，他们还非常的没有自由，非常的恐慌，对于他们的未来的选择，每一个选择都非常的恐慌、焦虑。如果监狱里还有那些我们在意的人，难道我们就这样把他们撇下吗？难道我们就继续的就这样子让他们待在监狱里，一辈子都不要出来吗？或者还是我们会像罗德的妻子，就是亚伯拉罕的侄儿罗德的妻子，他们要从索多玛俄摩拉逃出来的时候，还是我们会像罗德的妻子那样，我们已经逃离那个监狱了，我们已经走进上帝，走进主耶稣为我们所预备的这个恩典的道路了，我们已经走在恩典上了。可是有的时候我们跟主的关系我们又不 care， 然后呢，时不时的，一回头就变什么？就变成岩柱了。今天的经文21节、22节，我们看下一页的 PPT。21节、22节说：“这水所表明的洗礼，现在借着耶稣基督复活，也拯救你们。这洗礼本不在乎除掉肉体的污秽，只求在神面前有无愧的良心。耶稣已经进入天堂，在上帝的右边，众天使和有权柄的并有能力的都服从了他。”这种与主同在、无人能取代的幸福感，是上帝要赏赐给全人类的恩典。然而，或许又有人会说，我也觉得现在因为理性被启蒙嘛，所以我们的有时候问题都很多没关系，有问题上帝都可以回答。所以又有许多人可能会说，那其实我不用接受洗礼我觉得我一生的恩典已经够多了，我活到现在，其实我恩典蛮多的，我一无所缺，我对我现在的生活非常的满意。非常的满意，非常的幸福。但是牧师在这里要告诉你说，其实并没有。四福音书里面有一个少年财主跟拉撒路的故事。那少年财主什么没有啊？什么都有啊，富有的跟什么一样，富可敌国。但是呢，他在天堂吗 ？No， 他在地狱。如果你认为你现在一无所缺，你现在非常的满足，非常的幸福，但是你还没有洗礼，其实你还没有得到这一些。上帝如果怜悯你，暂时让你可以拥有你想要的情感的依附，拥有财富，拥有地位，那就好像是一种试吃的概念，你们知道吗？我们去大卖场，去 Costco， 最开心的就是因为最近疫情嘛，没办法试吃，但是还没疫情之前。为什么选择 Costco 不选择家乐福？试吃嘛，试吃多好哇！去哪都可以试吃
其实就是一个试吃的概念啦。如果你还没有洗礼，但是上帝就愿意把这一些你想要的东西赐给你的时候，那就是一种试吃的概念。其实你还没有拥有它，甚至你就一直试吃，一直试吃，你都不买，然后等到你真的想要下手买的时候，哇，有可能哦，有可能会怎么样？卖光了啦，你想买也没得买啦。而且坦白讲哦，如果你是老板，你最讨厌哪一种客人啊？一直试吃都不买的，对不对？我就是一直给你试吃，吃，老板最讨厌这种客人了。进入恩典必须从洗礼开始，这恩典绝不是，也无法凭着自己努力可以得到的。有句话说，做人要有良心，大家应该都有听过，做人要有良心，没有错。只有在耶稣基督里，借着洗礼，我们才能有无亏的良心。如果在这世上，我们对生养我们的父母都懂得要饮水思源，那么对于赐下生命的主宰，对于我们生命的源头，我们又如何能不闻不问，当作不存在？基督教其实严格说起来不是宗教，也不是信仰。你们先不要问号越变越大哈。基督教严格说起来，它不是宗教，也不是信仰。当我们在说宗教信仰的时候，是为了要让外面的人听得懂我们在做什么，是为了要让外面的人知道我们所敬拜的跟他们不一样。其实只是为了这样子，而且也说实在话，也没有一个更好的名词可以来说明什么？说明我们敬拜上帝与主同行，我们能够因为与主同行，享受在他的爱里、幸福里。这种事情没有办法用2个字，没有办法用宗教或者是信仰就可以涵盖过去的。像最近慈爱他们高中，他们就是教科书上说，不是国中的时候，他们说教科书上说谁创立宗教，基督教是谁创立的啦？他们的社会课本，他就说妈妈，他们说基督教是耶稣创立的。我说啊，然后我就解释了一大串，其实不是耶稣创立的，所以你们懂吗？就是我们会讲宗教信仰是为了让世人听得懂，我们知道不是这样子。然后他就说，高中的时候，高中的社会科就说，基督教是耶稣发明的。听起来就是怪，听起来就是怪。但是呢，外面的人就是用这样子的方式来理解我们。那我们为了要跟他们对话，所以我们也只能用宗教或用信仰这个名词，这2个词。与上帝连结这件事情啊，是全人类终其一生的首要目的，也是我们之所以作为一个人的根本。那么，当我们在说宗教信仰的时候，就似乎有一种错谬。虽然我们只能用这2个名词，但是我们自己心里要知道哦，我们自己心里要知道，当我们在说宗教或信仰的时候，好像我们有一个选择权，好像我们可以选择跟世人一样去选择，这个上帝比较厉害，所以我选择敬拜他，我选择耶和华上帝这个宗教成为我的信仰。有听懂牧师的话吗？这话讲起来很奇怪，对不对？好，非常的奇怪。选择权都不在我们的身上啊，我们没有主动的选择权利。因为身为基督徒，成为上帝儿女这件事情，从来都不该有选择权。就好像我们不会对我们的父母说，今天如果子群对我说，妈，我今天选择你当我的妈，不很怪吗？你今天如果回去跟你爸说，老爸，我选择你当我的老爸，你老爸一定给你8头的啦。我管你选择谁啊？你选择我，我也是你老爸；你不选择我，我也是你老爸啊。你从出生我就是你老爸，懂这个意思吗？当我们觉得好像在讲宗教信仰的时候，我们好像有选择权，但是其实我们根本就没有选择权，因为我们的父母从我们出生，他就是我们的父母。我们的上帝
从我们存在开始，他就是我们的上帝，他就是生命的源头。上帝永远都是上帝，是全人类、全宇宙生命的源头。这在本质上就是无法改变、无可改变的事实。进入恩典必须从洗礼开始，与我们生命源头重新连结，也必须要从洗礼开始。各位弟兄姐妹，身为基督徒的我们已经拿到门票了，已经拿到入场券了。然后我们就在上帝的宴席当中寻找自己的位置。我们一边找，一边找，有的人已经找到自己的位置了，很安心的坐下来跟旁边的人聊天，就好像我们参加那个团契生活。那有人还没找到自己的位置，因为上帝的宴席很大嘛。然后一边找呢，一边找自己的位置的时候，一边跟旁边的人路过聊天啊，这也是一种团契生活。我们不断在这个过程当中分享彼此的喜悦跟幸福，我们一直在享受与主在一起的安定感跟幸福感。当我们跟耶稣在一起，就已经是在天堂了，就已经是在天堂了。我们每一个时刻，现在就是在永恒里面。但是，还是要再提醒大家，还有许多我们关心在意的人，也是我们的亲朋好友。他们就像挪亚时代的人，他们仍然还在门外观看、观望。弟兄姐妹，虽然耶稣基督救恩的大门始终都是敞开的，虽然我们知道一个人对于上帝的心意没有办法勉强，没有办法强求，就是我爱你，你爱我，这个是没有办法强求的。但是我们要知道，选择权不在我们的手上啊，选择权真的不在我们手上。对于我们所在意的人，我们也不能总是避而不谈，我们反而要继续的为他们更积极的、更迫切的为他们祷告，也想方设法的，让他们能够认识我们的主，认识我们的上帝。更确实来讲，是要让他们认识他们生命的源头。更切实的来讲，是要让他们摆脱在监狱里面这个也不敢做，那个也害怕的这样子的桎梏跟捆绑。如果你爱他，你就不会让他一直待在监狱里面。如果你在意他，你就会想办法把他从监狱里面无罪释放，就这样子领出来。我们真的是要随时警醒，因为与我们同在的主，随时都会取消试吃，把门关上。随时东西他不卖了，就卖完了，你想买也没得买。随时就像那10个童女在门外等，然后5个准备好的我们进来，5个没有准备好在那边哀哭切齿。我们能做的就是尽快的来接受洗礼。弟兄姐妹，如果在座你还没有接受洗礼，牧师呼吁你要尽快接受洗礼，或是将与主在一起的美好分享给那些还站在门外观望的人，劝他们接受洗礼，把握任何可以进入恩典的机会，因为这是他们可以跟生命的源头连结的机会，这是他们一个新生命的机会。我们来看这首诗歌，我们请同工来放诗歌《永不放手》这个 PPT， 我们来看一下这首歌的歌词。这首歌的歌词说：“耶稣是我最好的朋友，无论什么时候你都牵着我的手。我的心情只有你最懂，在不知不觉中你充满我的生活。”我们的心情真的只有耶稣最懂，有的时候连我们自己都搞不清楚我们自己的情绪是什么。但是主耶稣我知道。好，下一页。他说：“从我相信你的那分钟，主你和我就起了化学的作用。从此以后，我对自己说，一生跟你走，耶稣，我永不放手。”这是很奇妙的。这个只有我们在跟耶稣相遇的时候，一个物质要跟一个物质起化学作用，一定要碰在一起，是不是？那个化工科的，哦，是哈。所以一定要2个碰在一起才能有起化学作用。你不碰在一起，你只是隔靴搔痒，你就是搔不到那个痒。一生跟你走，耶稣我永不放手。我们是不是跟主的关系是永远不放手的关系？好，下一页。
有一种难以抗拒的感受，这喜乐无法用言语形容。你的爱是那么轻松，却让我深刻感动。主的爱很轻松，他不会要求我们做太多。然而，当我们享受到、感受到这个爱的时候，我们自然而然我们就涌流，就很想为他多做什么。这就是一个爱。你跟你相爱的人在一起，不就是这样子的一种互动、这种感觉吗？有了你，主耶稣，我其实就一无所求，因为没有任何的关系可以替代我们跟主的关系，没有任何的关系可以替代。不是说要拿主耶稣，我们牧师不是要你说你是爱主耶稣比较多，还是爱我比较多？不是这样子做比较的。因为当我们爱耶稣的时候，耶稣知道我们的喜欢，他也会去爱我们的人，爱我们所爱的人。他知道我们彼此的关系非常的亲近，他同时就会亲近我们。好，再下一页。跟随你不需要任何理由，就像刚才牧师讲，我们没有什么选择权，我们就是回应而已。因为这个爱太大了，太深了。你给我更加宽阔的天空。基督徒绝对不是说好像很多限制，又要做礼拜，又要奉献，又要团契什么等等的。这不是，这是自然而然我们的流露，我们对上帝爱的流露。然而，上帝给我们更加宽阔的是什么？上帝说：“你不论去哪里，我都与你同在；不论你去哪里，我都跟你在一起。没有任何时空的限制。你去哪里，只要有我在，那就是一条活路。只要有上帝在，那就是一条活路，绝对不会是死路。然后你的爱，主的爱，就像一股电流，一路传到脚趾头，太真实，太奇妙，我永远不会放手。”这个感受，弟兄姐妹，我们都经历过，我们都经历过主怎么爱我们，在我们彷徨失措的时候，他怎么引导我们；在我们痛苦悲伤的时候，他怎么安慰我们；当我们欢喜快乐的时候，他怎么让我们感受到那种无法言喻的喜乐。那个丰富充满都是从他而来的那么大的恩典，真的太真实太奇妙，绝对不是虚假的。我们在今天礼拜的最后，我们要用这首诗歌，也做我们对主爱的告白。我们要跟主说：“主耶稣，你是我最好的朋友。无论什么时候，主，我知道你都牵着我的手，然而我也要永不放手。”我也要永不放手。好，我们一起来唱这首诗歌《永不放手》。耶稣是我最好的朋友，无论什么时候，你都牵着我的手。我的心情只有你最懂，在不知不觉中，你充满我的生活。从我相信你的那分钟，祝你和我起了化学的作用。从此以后，我对自己说，一生跟你走，耶稣我永不放手。有一种难以抗拒的感受，这喜乐无法用言语形容。你的爱是那么轻松，却让我深刻感动。有了你，我其实就一无所求。跟随你不需要任何理由。你给我更加宽阔的天空，你的爱像一股电流，一路传到脚趾头。太真实，太奇妙，我永远不会放手。耶稣是我最好的朋友，耶稣是我最好的朋友，无论什么时候，你都牵着我的手。我的心情只有你最懂，
在不知不觉中，你充满我的生活。从我相信你的那分钟，祝你和我起了化学的作用。从此以后，我对自己说，一生跟你走，耶稣我永不放手。有一种难以抗拒，有一种难以抗拒的感受，珍惜了无法用言语形容。你的爱是那么轻松，却让我深刻感动。有了你，我其实就一无所求。跟随主，跟随你不需要任何理由，你给我更加宽阔的天空。你的爱像一股电流，一路传到脚趾头。爱真是太奇妙，我永远不会放手。难以抗拒的感受，有一种难以抗拒的感受，珍惜了无法用言语形容。你的爱是那么轻松，却让我深刻感动。有了你，我其实就一无所求。跟随你不需要任何理由，你给我更加宽阔的天空。你的爱像一股电流，一路传到脚趾头。太真实，太奇妙，我永远不会放手。太真实，太真实，太奇妙，我永远不会放手。太真实，太真实，太奇妙，我永远不会放手。哈利路亚！我们感谢主，我们一起来祷告。阿爸父神，我们感谢你，我们谢谢你，主啊，感谢你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放进了这么大的一个恩典。主啊，主啊，我们感谢你带领我们进到你的爱里，进到你深沉的同在里。主，因着有你的同在，主，我们对我们的未来，我们有信心，有盼望。虽然我们现在好像落到一个黑洞里面去，我们好像看不到未来，但是主在你的手上，这个未来，这个盼望永远都在的。因为主你与我们同在，主你爱我们，你拣选我们，你保抱我们。主，我们的一生都在你的手里。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扶持与感动，与你们众人同在，从今时直到末了。阿们。好，我们一起来唱最后一首诗歌《哈利路亚》。你的话语是我生命的救恩，你的双手扶持软弱，使我刚强。你是道路、真理、生命，是我们永活的见证。哈利路亚！你是信是公义救主，哈利路亚！我要永远跟随你脚步，哈利路亚！不管明日身在何处，有你同在就是美好。哈利路亚！你是信是公义救主，哈利路亚！我要永远跟随你脚步，哈利路亚！不管明日身在何处，有你同在就是美好。恩典之路，华语礼拜到这边结束，大家可以互相交流。